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3月24发生伫高雄弥陀一个姓黄的士官长赛车载着妈妈从渔港落海，妈妈来往生，这个后生有救回来。这个后生士官长讲，因为妈妈失智，破病真久了，袂堪要长期照顾的压力，才会带着妈妈来行绝路。但是检警并无查到这个妈妈去互医生看的相关的记录，而且这个士官长当下是伫车的后座房救出来的，加上这个妈妈日常的生活阁会当家己来，所以轻生的可能性无大。即卖是怀疑犯案的动机可能甲债务有关系。这是礼拜五的下午。3月22日下晡，负责人到超商买完物件，一路行倒转去。加段工，伊嘛伫差不多的时间出门买物件，煞伫3月14日去互后生开车再出门，冲入高雄弥陀南寮渔港过身。这件命案，轰救起来37岁后生姓黄的海军士官长，讲是因为长期照顾失智母亲，身心疲劳来想袂开。是讲检警调查，68岁母亲并无失智去看医生的记录，佮发现姓黄的士官长是伫汽车后座轰救起来。但你又讲是汽车跋落海了后，都为头前座爬来到后座救生，怀疑伊犯案的动机无单纯，可能和这部有关系。实际来到因的徛家，厝边表示，姓黄士官长的妈妈有当时会出现无正常的行为。走到路边到蹲下去，蹲下尿。他在全家有一次在里头小便，裤子流下来，在地上都湿掉了。那检警怀疑和债务有关系，厝边是讲因的经济状况应该无问题。老母较早咧做迄个环保哦，应该生活袂安怎，干嘛看因为钱咧吵闹闹。是讲厝边也表示，这个月除了老母，逐工拢会出门买物件，两个后生真罕咧和大家互动。发生安尼代志，厝边嘛拢咧讨论。那姓黄的士官长到底是啥物原因开车载老母上海？检方根据相关的事情甲物证，也过来继续追查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